是安怎人若食老，筋肉熬流失？人若食老，毋但身体比少年时较懒，骹腿含手骨的筋肉嘛熬流失。捌有媒体报道讲，伫台湾每10个老大人就有一个有筋肉不足的症头。佫有较惊人的代志是，筋肉的流失恐惊比你所想的佫较早开始。根据国外的研究，人若过30岁，筋肉就开始豆豆流失。听候到60岁也是80岁时，分别有约1/4甲一半的老大人有筋肉量无够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伫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的发生率，甚至甲失智症相同。筋肉量若无够，会互筋肉的力头不足，造成人骹骨、手骨较无力，互因愈频繁运动。无咧动会互筋肉愈熬流失，恶性循环之下，互老大人熬跋倒着伤。致使因长期倒眠床，年久月深了后，侪慢性病就缀咧来。好消息是，这个筋肉流失的问题会当透过运动来改善。科学界嘛渐渐了解，运动是透过啥号机制咧压制筋肉的流失。甲大家稍解进前，咱家先来了解是安怎筋肉会对年岁流失。是安怎筋肉会对年岁流失？咱体内的筋肉有两款，随意筋甲不随意筋。随意筋也号做骨骼筋，是出在人的意识做伸球的，亲像骹手、喙、目甲颔骨的筋肉等等。不随意筋有分构成咱心脏的神经，以及咱血管甲其他内脏的平骨筋。因的伸球由自律神经调控，无受人的意识控制。一般来讲，会对人的血小增加来流失的筋肉，主要是骨骼筋。筋肉干细胞，骨骼筋由一条一条的筋纤维，也就是筋肉细胞一粒做伙来成的。发育好势的筋纤维袂阁分裂，所以成年人若想要互筋肉再生通修复损害的筋肉，就要挖靠所谓的筋肉干细胞。筋肉干细胞的量会对年岁减少。少年人的筋肉干细胞占规身躯筋肉细胞的数量约8%，毋过到70岁左右，会落到剩0.8%尔。所以食老筋肉若着伤，通常会较恶复原。粒线体，粒线体是咱细胞的发电厂，提供维持细胞生理功能的能量。筋肉若要勇行有力头，的确爱有够额的粒线体。早前就有科学研究指出，粒线体的功能若害去，或者是数量减少，无定就会致使筋肉量流失。伫2013年，瑞士的药厂 Novartis 的科学家就发现，粒线体功能衰退的老鸟鼠仔，定有筋肉流失的现象，暗示粒线体伫维持筋肉健康所扮演的要紧角色。荷尔蒙，咱的血液中有侪款，互筋肉干细胞维持分裂再生能力所需要的荷尔蒙，因的浓度会对年岁减少，造成筋肉干细胞的再生能力哪来哪歹，出现筋肉老化的症头。伫2005年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干细胞学者 Thomas Randall 甲少年含老的鸟鼠仔的血管相连，互因的血路相通，来研究血液中的荷尔蒙对筋肉干细胞再生能力的影响。伊的结果显示，少年鸟鼠的血液会使互老鸟鼠体内老化的筋肉干细胞恢复再生能力，修复害去的筋肉，而且连肝脏的再生力嘛得到提升。可见，少年鸟鼠血路中的健康荷尔蒙，有影是维持筋肉健康的要紧元素。含这个实验介量相共的荷尔蒙替换疗法，嘛已经互人伫临床证明，会当甲筋肉因为老化失去的功能捡倒转来。运动压制筋肉老化，虽然造成筋肉老化的因端是侪佮复杂，致使医生真学找到好药仔通对症落药。毋过有不止啊侪研究拢指出，运动会使避免或者是改善筋肉老化的症头。若规工坐咧无爱运动，会恶化筋肉的老化。去年一个英国的团队就发现，长期有咧骑铁马运动的人，
因毋若金肉量无因为食老来减少，甚至免疫系统的功能嘛真好势。所以，咱不时拢会听到医生咧甲老大人提醒骨力运动的重要性。运动会使透过几若种机制来压制筋肉老化。下底咱简单拣3项来甲大家紹介。1. 加添筋肉干細胞的量。有食運動的老大人，因骹骨甲手骨內的筋肉干細胞的量，會比規工坐咧看電視、無愛振動的人較豐富。這也就是為怎樣，佇動骹頭手術進前有咧運動的人，會較緊復原。2. 維持粒線體的健康。運動互骨骼筋內底的粒線體功能較好，數量嘛較濟。美國和加拿大的學者分別觀察到，有氧運動會使互筋肉細胞生較濟粒線體，互筋肉較發達，而且做無共款的運動對筋肉的健康真要緊。可比講，愛出力的運動會使促進生較濟粗養的筋肉，增加筋肉的耐力。訓練心肺功能的有氧運動會使加添粒線體的量，維持筋肉細胞的健康。3. 恢復血液中荷爾蒙的濃度。運動互觀察到有法度來恢復血液中和筋肉健康相關的荷爾蒙的濃度，而且嘛會當降低甲發炎有關的荷爾蒙的濃度。這會引起發炎的荷爾蒙，定定互老人出現筋肉無力的症頭。筋肉是咱體內上大的組織，佔體重的30至40%。伊毋但互咱會使活動、呼吸，而且嘛扮演維持血液中血糖、脂質甲氨基酸平衡的要緊角色。因為老化造成的筋肉流失，定定互老大人得，比如講大箍和糖尿病等等的病症。捌有美國學者發現講，做1點鐘的快步行路運動，會當互老婦人過長工筋肉對胰島素的敏感性額懸。胰島素是胰島細胞所分泌的一款荷爾蒙，伊會指示肝臟甲筋肉細胞甲解出來血糖吸收落來，穩定血液中血糖濃度。筋肉對胰島素的敏感性若懸，身體控制血糖的能力就較好，較袂大箍，也是得糖尿病。雖望未來醫學界甲製藥界關係有才調發展出阻斷筋肉老化的藥仔，來改善筋肉的流失。現此時，活到老，動到老，原來是大家公認上好的藥方。